荃灣嘅全新天地你去得多啦，樓上萬景峰你有睇過未呢？今日帶大家睇萬景峰3房單位 ，Let's go。593尺3房單位，見到客廳呢邊都比較長身啲嘅設計，嗰邊就係緊廚嘅位置。望完廚房呢個位置呢，我再望下走廊呢一邊。咁我哋行近少少望下，呢邊就係書房嗰邊嘅位置啦。咁就見到都擺得多。呢邊呢就係主人房位置，可以留意翻本身主人房位置做咗 L 型窗嘅設計嘅。咁第二間房呢邊都有少少細 L 型窗嘅設計嘅，係。咁我哋最後可以望翻個洗手間個空間，攞翻浴缸嘅設計啦。